好来，我讲一遍哈。台湾宝岛好地理，安定富裕无地比，自由快乐心欢喜，大家生活真福气。你也感觉讲囡仔为什么这个入声音也袂念的时阵，你当用一个替代语词吼，来改一个吼，改讲逐工生活笑眯眯，吼，安尼都无啥，无咧入声音啊吼，无咧入声调啊，吼，这拢会当随时会当改吼，看囡仔程度啦，吼，来决定吼。即摆讲，大家好，食饱无烦恼，做伙来搭喙鼓吼。囡仔嘛，因为三个名，比如讲我是郭美凤，阮兜拢叫我阿凤啊吼。我是阿凤啊，我是阿美啊。阮今日要讲的歌戏是咱的宝。你讲阿凤啊，你来无通知，去无消息，即身的装扮是要去倒位？是要去倒位？即个食孙来讲，人我是要去校学歌戏啦。即摆医生来讲，请问一下，歌戏是啥物？讲，嗨，人台看面就知，你真足听来。歌戏是一款用台语表演的古装歌唱戏曲，也是台湾在地化上有特色、甲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吼。即个人时会叫囡仔用3块房啊、7块房啊来拍吼。来讲，实在是观光食烧酒，看袂出来你佫有捌淡薄啊。毋过歌戏哪唱跟哪比拢是咧搬啥物？搬啥物？你看你的你主办单位，伊讲你比赛是要为5分钟之内，是要为迄个5分钟至8分钟。我即个个是5分钟之内吼。毋过阮高雄市伊到出国比赛拢是5分钟至8分钟，所以我会加我资料入来吼。你搬啥物？我也讲安尼讲，嗨，若是讲到你捌喙手就好拍甲。歌戏的角色分做先段、前跳，拢有无共的调甲骹步手路。亲像小生是剑子，小段是莲花指，嘛有3花来插花乌白笔。是讲真正是戇鸟爬树，真厚。佮讲到有骹有手，是要请教一个歌戏是咧搬啥物？即摆来，这是头前加，我是要加到迄个7分钟外吼，这是5分钟的歌。这食孙来讲，就开始用迄个7块房啊、3块房来拍吼。歌戏讲起是真稀奇，会当传承古早的铁质，嘛有人生宝贵的启示。历史故事是忠孝甲节义，民间传奇心色又趣味。男女情也是汤甘高蜜甜，囡仔看了讲个好摇气，老大人看了是食饱鱼啊，食饱字。即句我嘛是放伫歌戏内底比赛吟诗比赛时阵，伊讲爱5分钟所以有一个指定的指定的去家己自选的，所以我斗5分钟，用即段落啊斗叫囡仔拍7块房啊就是安尼，庄仔头的庙口，若是咧播歌戏，拢是定定为甲客。毋过歌戏校甲歌戏，又搁是咧创啥物呢？这就有所不知。政府对本土文化是真重视，认真推动，为头拍地基，台湾的宝继续传落去，这是你我大家福气。看你讲甲喙角转泡。我是听了真清楚，毋过你若无点几步人哪知影你到底是有了无？好，你的耳孔也互来骹尾所在，我来唱一段东北福点秋香，互你开眼界。请了太师我是苏州界远东北福为着秋香，这入府来围炉秋香我当然为你秋香，啥物嘛拢愿做。你三桥害我想死无奈何。我就出这杜马调杜马调甲七叶调伫歌内底较难一点毋过我囡仔佫有法度通唱来看者
哎哟，毋食够，佮真正哦，无怪你咧臭屁。是讲阮阿嬷上爱看迄个王宝钏甲四边龟，啊，你敢会晓哩？即摆有较大好啊。安尼较大字无？有要紧，好，你配合你的解说就好啊。好，无问题。今要唱就唱互伊煞拍，听了。这就是新台北就是国语内底国歌啦吼，足侪人拢会晓唱吼。新骑白马走三关，解换所以啊，要花中原。放下西凉无人管，思念三只王宝钏，思念三只王宝钏啊！是七个调。好，你即摆有当加一个吼，加一个迄个，要讲台湾吼，互对应吼。然后你写讲你感觉讲你的囡仔吼，拢会唱歌戏啊？安尼你就加唱一个吼，加唱歌。我即摆大家即个医生教我物件落吼，医生就开始讲，佮有一个台湾版的老师有教过，我嘛会晓唱。即摆食孙就讲，安尼哦，安尼我着先挑选拣一个，换你来唱，互我批判一个。即摆这医生会唱嘛，甲唱落好啊，好，安尼我着无细日来唱落去。新骑铁马走乡关，保庇平安呐，要回台湾。故乡彩园无人管，希望回乡庆团圆，希望回乡庆团圆啊！安尼当可以对应吼。即马你就讲。假设来讲赞，乌干仔底豆油无底看，这叫做鸡骨仔话，我来加一点鸡骨仔落，较趣味，真正是好酒入暗底，即摆这医生讲气感，人讲听有着，狗斗换一招，若是听无着，心肝会挨叫，实在佩服，这假设来讲假设开始讲啊讲起感的时间嘛差不多啊，我赶紧去学学歌戏，就此过时这个青春少年，我着用这个三分水仙调，这三分水仙调伫囡仔讲较好学咱小调迄小调拢较好学七字调啦，是东仔调，迄较难一点嘛无要紧，你看囡仔听到安那较容易教来。青春少年正当时，读册休闲介重视，本土文化活好起，代代传承好时机，代代传承代代传承好时机，来。歌戏是咱的宝，大家教育拢学了，歌戏是咱的宝，台湾特色上介好，感谢大家有缘请来阮兜奉茶，好，我即摆来放只影片哈。我希望讲我全部拢教了，就甲剩我时间线顶的前辈有志也要问后，我来回答，安尼咁好？叫你关哪？叫你关哪？
种弄，一种破坏式地方。新天妹妹，早晨光，该我所以呀，为我流汗。哦，恁会感恁会迄个感觉讲，少较难一点啊吼。迄嘛无要紧吼，啊，即马迄个我今年佫有写一个成果，啊，佫训练囡仔咧比赛，啊，迄个囡仔吼，我讲伫校先互伊咧训练，吼啊训练，你会感觉讲啊，囡仔是要哪处啦吼，要上重要，我是讲，你若拄着囡仔问题吼，上重要我是拢安尼啦吼，学生也有兴趣，吼啊，第二是家长有听有支持吼。咱无可能拄着囡仔拢是认的，拢优秀的小朋友啊，吼啊嘛永拢会拄着迄个程度拢较无好的吼，啊毋过较无好无要紧，吼只要家长你囡仔有兴趣要来学，吼安尼鼓励，吼啊家长完全是支持你，吼安尼上介好。虽然你程度无介好，啊毋过吼按爱有耐心，吼虽然讲一句讲安尼。专业最重要，吼，就是热情佫比专业较重要。吼，你专业会当慢慢学，热情就一定爱有，吼，啊，较有耐心的教囡仔。吼，以我20几档的经验，囡仔素质啊，中班的吼，迄拢足紧就开啊，迄无要紧。啊，毋过按老师吼，可能爱开较侪时间吼。我拄着啥物困境，就是安尼呢。阮伫阮高雄市吼，我拢为3年开始，吼，3年、4年、5年、6年嘛，因为搭水果是为3年开始比嘛。啊，即摆3年囡仔伊拜3一波，吼，啊拜5嘛是一波，啊高年级的5年、6年，卡迄个拜3会当留落，其他拢爱上课上几工的，吼。啊，这中年级的我会安怎处理呢？吼，我就是讲迄个5
问问导师，还是讲问家长吼，较有兴趣要有囡仔来学台语，希望会当拜三的下晡甲拜五的下晡拢留互我，安尼我就较有时间练啊，较有时间练。我是感觉讲，训练囡仔来传承落。虽然无聊的，嘛是爱认真教认真教。但是我拄着的困境就是讲，程度好的囡仔，伊到拜三的时阵，到拜五伊拢我去找的时阵，讲老师歹势呢。阮妈妈讲叫我去补数学、英语啊，我就无法度啊。安尼，那是大人都无重视，安尼台语就煞啦就煞讲囡仔程度无好，伊要学。我当然足欢迎的啊，足欢迎因留落来教伫这当中，我捌拄过一个阿嬷有一个囡仔三年的囡仔足优秀，嘛足认真伊足爱学台语但是我教到尾的时阵，因阿嬷就我骂讲老师，你用着我囡仔补数学呢？嘿，你毋赶紧，你毋赶紧带来互我？我讲阿嬷歹势啦，你搁10分钟互我，囡仔我来再去补习班，我嘛是再去补习班啊。结果因老师也讲，即个囡仔莫用啊啦，因兜拢因阿嬷咧做主呢，因阿嬷讲学台语无路用，既然看台语无路用，就莫教，咁是安尼毋过我感觉做毋甘，就是即个囡仔伊就咧哭来我讲，老师我想要学，我讲我想要学台语，我讲无要紧，你等下甲妈妈沟通看觅一下。结果伊讲我妈妈无当做主，阮兜拢是阮阿嬷咧做主，安尼就只好放弃无要安那，这是我拄着困境。搁另外一个，我咧训练囡仔当中，我拢用即个寒假嘛，时间较长嘛，我会训练囡仔，但是迄个囡仔足侪囡仔，阮后仔算大间学校啦，囡仔介绍拢来我遮即摆上到我课拢写好啊，文课写好啊，广告搭试过，个团体拢讨的，拢开始咧教到差不多要开啊，开学的时阵，迄个优秀的囡仔走无去啊，我会去教室找啊，讲谁较无来学？伊讲妈妈无要学啊呢，伊讲落去呢，伊讲我三甲拜五我要来落去，我要来迄个补习嘛，补英语甲数学。我心内咧想讲，你著寒假拢叫我来骗囡仔，无聊诶，即马咧开学你著去开，我著无聊诶，就无要紧啊，人无爱人要囡仔学台语，著免勉强搁来训练。我这囡仔留来，这拢是家长支持搁囡仔同意所以开始训练，较才会开。当然，因当初要学时阵拢程度中班啊，毋过按开较侪时间。但是我搁拄着安尼家长会囡仔伊知影讲有寡知名度啊，不能出囡仔拢会得名，拢前3名然后伊爱拜托你爱拜托校长无就按家己同事嘛知影讲著迄囡仔送来我遮应该无啥物问题啊。但是你爱扣啊，因为安尼讲呢，校长民主啊，是毋是安尼？校长会拜托你啊，关老师郭老师，我这是家长会委员，我这是会长的囡仔，才当来你遐。我讲好啊，嘛是爱教虽然程度无介好，嘛教。搁同事老师的囡仔来咱遮，虽然程度嘛无介好，因拢讲华语讲惯势啊嘛嘛是爱一字来教。拄着这入声音的时阵，要安那替换语词啊。话词互因读有，因为文稿是按家己写的，按家己写，所以会当换迄个词安尼，这是我小可的经验甲大家分享一下好，我即摆我会感觉讲歌是咱的国宝，就是讲这个歌迄条话老师伊无咧唱歌语伊感觉足困难，无要紧这个我这个歌是今年写的我就叫我的囡仔叫我囡仔来阮的会议室练大家来分享看觅一下你用这画面来分享出来嘿，安尼有无？等者
有啊，多谢。有啊吼，有啥事？这个是今年下一个新歌哈。迄个摊拄啊，迄个第一题吼，我无放着吼，这是第二题，因为时间我是甲来录影开，用手机录影开，吼这差不多6分钟至8分钟吼，就第一来，第一个对，这个第一个。
就是刘三星，小猪丁，小猪丁，红水丁丁，你讲伊小猪丁，上早开始，一都就是刘三星，都是咱上一辈的文化资产。安尼听起来，那是你讲有办法吧？啊，你讲要洗脑筋，到底是有啥处理？我经过过来去看者，这个问题，你就看那个来下尾所在，就做下尾来上班。头一条是3分钟，下尾是小猪丁甲刘三星，是为都在草原头家用家啊，草原边家学马骑行。啊，3分钟是有啥意义？这个你就有数字，3分钟历史以外。大家大家相关用品，一句一句介绍好的文化跟话题，都用最贵的拢放在家里。啊，啥物叫伊红山地底？看，多加回摆，最初的好拍档。3分钟是因为不会这一块来了后，搁再下固定多久？在这一个真特别的官方节庆。现在发表老早起，所以请红刷理解。有，真正是个鸟被秋雨压到，看你小小的年纪，都有法度了解这个的代志，说得来干都有。好，咱讲的算拍第3个例子叫拍地鸡，在活动前，伊条鸡啊拢是拍地鸡，当刷先用手竿拍着这是用的鸡丝。听到有那些得到数字呀，大家这边有爱有赞，哥安怎我滴水？他以下有关的，算在是个温情，因为时代在进步，家人化化的这种，你安尼看起来这种也渐确实，一阵已经存亡归经了，真正是一些好事。那是我看到的代志，为讲红山那边有一个高声龙，啊，你当地会不会无心的听？那边我是乌苗庄，不是你。开始，公调小弟，我是问讲，人知你来放假就业，当然放假，就是同我阿毛的3个多钟当人忙。啊，为你头前艺术系有写红山那边的一个小故事，在是咧讲道理，我都有上好的文学理的理，就是咧讲过家的正史，过家的是在差不多安尼吼，这就是都吼，我大部分到出国，我拢有囡仔吼，一个3地房啊，7地房啊，吼，啊个迄个歌戏调吼，我拢会教歌戏调吼。啊，讲老师，你若讲对歌戏这方面较无研究的话，你嘛当写7字啊吼，啊毋免歌戏调拍班啊，就吼做一个结束。吼，啊我今日无要教拍班啊吼，因为怎讲呢？迄个我今日的主题是讲免教囡仔会美感吼，会美感。啊，你搭出国上好用就是安那咧，用伫咱的运动会啦，啊是讲贵宾要来参加咱学校的吼，来返校，校一定要有一个特色嘛、特色嘛吼，啊校长一定拢会叫我斗帮忙，那我训练囡仔出来表演，啊是讲母亲节啊、母亲节后尾会节的时阵，吼我嘛是拢我的团队出来表演。啊是讲幼稚园啊，吼，幼稚园伊要参观恁吼来学校嘛，因为即马迄个囡仔拢少子化嘛，吼，啊先开少嘛，啊即马为着校讲，莫互囡仔流失去，吼，啊所以爱互互遮幼稚园遐家长知影了解讲，阮的特色是啥物货，吼，所以我拢会叫我遮的团队，吼，啊出来表演，吼，互遮幼稚园的囡仔看。啊，遮囡仔呢看无啦，啊毋过老师甲家长一定看有诶。吼，啊，你就互伊安尼，吼，唱歌去调啦，拍班啊，按留个一个囡仔嘛，安尼就伊拍鼓啊，吼，啊，足欢喜诶，吼。好，啊，迄即摆我来看，搁只吼，互恁逐个分享一个，
这是安呢，是阮新校长甲副校长两个要致歉的时阵，校主任就讲郭老师敢会当麻烦你佮传个团队出来，互遮个贵宾知影讲俺校有啥物特色我就开始写字仔就叫囡仔用3块板来拍来拍安尼，叫大家做伙分享一下。贵宾大家好，咱也有一个感谢美容校长。我这头那无听到声音。无听声哟？好，等下来。等一下我电用好可能来东岸关太好安尼有听到？各位长官、贵宾大家好，咱也丽红老师，我这无听到声音哦。有听声好，我去变拢无，拢无好。迄有时说过哪里有听到哟？安尼个电量要紧之前拢无听到，这样听到无？敢有听到？有听到好。咱即马再看另外一题好另外一题因为时间莫拢剩伫搭水果佫有足侪项要讲诶。我即摆要接就是讲安那呢，讲阮学校迄个有大社伫全国是摕到了第1名冠军，但是你知影嘛？阮这个子弟大多数拢是因爸爸妈妈拢咧做工较无钱所以阮爱去募款募款3岁就有一工来阮学校来阮学校来讲要交阮10万块要交阮10万块即摆阮校长就讲郭老师敢会当嘿，敢会当你个拿你团队叫出来表演互遮个3岁使师兄师姐
这贵宾大家欢喜一下。我讲好啊，我拢配合，我配合校长啦。你安尼讲，我就尽量配合。好，安尼听看卖哈。安尼较有声音。敢会当较大声一下？哦，较大声诶。好，这上大声哦。哎。哦，这个叫七地房啊，哦，七地房我会拍七地房啊。这是3年的吼，以前3年嘛，3年迄阵的表演是旧年表演的，啊，今年伊4年啊吼，我嘛是搁写另外一个歌，互因来练习，参加比赛吼，伊拢摕着，旧年摕着全国第，没全国啊，高雄市第1名，得4个。我即摆来快转哈，这差不多拢安尼，即摆看尾要结束是安那。安尼快转哈，即摆这哈。
好吼，安尼差不多大概是安尼吼。啊，你看阮这囡仔为什么较遮省呢？因为阮拢可怜呢，阮的时间吼，所以有足侪老师吼，啊了也是讲比赛的吼，会好朋友吼，逐个咧比赛咧，拢来讲郭老师，啊，你上怎啊较有法度囡仔拢对歌遮熟，啊，佮表演甲遮自然，我讲我拢可怜呢，我拢爱开1个月以上的时间，较法度来练开。吼，啊，着用拜三，吼，拜三时阵，拜三到拜五的时间，吼，来社团训练。啊，佮重点就是透早、中昼，吼，中昼的时阵，囡仔会当吼来我遮。啊，佮一方面，吼，即个囡仔听到较无好，我会去找导师，我会讲，啊，你敢当拿你的弹性时间，还是体育课吼，会互我感好，吼，我来去老师拍招呼。我讲啊，这个囡仔特别开啊，啊，我爱开我时间。吼，老实讲啊。迄毋是讲哦，囡仔拢天才啦，吼！你若要教讲，会晓拍7底班啊，啊，甲迄个迄个3底班，吼，这足好拍，这无紧。这你也教囡仔就会，但是歌戏调吼，无可能讲逐个囡仔拢会。啊，为什么我较爱用歌戏调呢？我第一方面，我是讲要啦，安尼歌戏的传统文化要传落去，而且你也要去比如讲要表演的时阵，吼，人个阿公阿嬷足爱看。吼，阿公阿嬷最爱看，哦，比如讲，迄个里长嘛，会来阮校找阮校长嘛，讲因里长吼，迄个有要咧一个敬老会吼，啊，要请迄个老师大人吼来食一饭，啊，你会当若恁吼，你搭水果歌戏拢爱广告，吼，啊来阮听一下安尼，啊，校长一定讲好个呀，是毋是？吼，伊嘛袂当得罪遮里长。啊嘛爱听校长啦，我是讲啦，伊答应伊，校长会叫我过啊。看美容看法度来斗帮忙，我讲无要紧，你既然答应你，我就听到到。吼啊，一方面就是讲，囡仔嘛足欢喜的吼，啊有一个舞台互伊嘛，吼伊嘛足欢喜。啊，第二吼校长嘛欢喜，第三嘛会当拿安尼文化吼，传统文化。然后来传落去，传落去安尼，这是我，我分享互大家听，啊，即摆来讲广告，我即摆要讲广告啊，广告是毋咱写过咧？广告嘛是爱有电视头啊就一个人搬做2个人以上的角色我广告我用3底房啊，甲7底房啊累教囡仔，互因拍头前用7个做，后壁用7个做结束无的时阵就头前7个7个讲到即个小朋友是安尼伊嘛是13年的，有一天因家长来找老师，老师来找我伊讲。囡仔想要学我台语啦，我这个囡仔伫教室做无胆的，老师发表物件，发表的时阵，拢加开讲，伊拢毋敢目睭毋敢看，老师嘛毋敢看到啥物人咧，毋敢看到同学，拢皮喘，做无胆，较会当讲来郭老师遐，学广告咁好，有家长才听安，老师佫才拜托安，安尼按当然嘛，就系啊，就讲好啊。当然你教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较久一点啊，无要紧。要比赛进前，我会互伊安怎呢？互伊去班上，去恁班上就表演互全班的囡仔看。了后伊也感觉伫班上会歹势，无要紧，搁找别班的迄个别班的互伊去表演。当然你老师讲，你即班会当招我的囡仔来表演。当然，老师嘛足欢喜的啊，因为即个伊会当互囡仔观摩，啥物叫做广告，啥物叫做读书稿，这拢无问题啦。若提出这个问题，那导师讲，因拢大多数拢会答应安啦嘛足欢喜，导师嘛听甲足欢喜，囡仔嘛听甲足欢喜，所以囡仔感觉讲，这读书稿广告遮趣味啊，安尼我嘛要来学。安尼效果就出啊好来，我即摆写讲阿嬷的爱心面这是写阮老母的故事阮老母伊卖寿喜面30-40档伊咯伫即个过程当中生意足好的伊嘛毋捌咧请啥，嘛无咧请人来斗帮忙所以拢遐个食面的阿婶拢会斗洗碗斗芳面阮妈妈是卖一碗10箍10箍银，因为伊感觉讲囡仔
囡仔食酸果济，吼，食袂了浪费，吼，啊10块就会使啊安尼。好啊，我就写家己的故事，所以咱遮的线顶的前辈，吼，啊甲友志，吼，是你要哪写讲呢？写家己的故事，吼，家己故事你写到尾你就做写，就真样。啊，你感觉一遍写无顺，啊，你要改者2遍、3遍、4遍，先为家己的故事开始写，安尼继续好写吼。好来，我来读一遍哈。安尼语感看有？哦好，来吼。有缘千里来相会，台语讲古真笑话。阿嬷爱心听我说，社会和谐好做伙啊，好做伙。各位评判先生，各位囡仔姊、囡仔兄，大家好，我是第几号？今日我要讲的故事。阿嬷的爱心面，台湾西一日，咱看到景色的水，闻到五谷的香，嘛食到果子的甜。闹来阮高雄市，请你哮喘停一时。啊，是要创啥？毋是要看戏剧，是要请恁食阮阿嬷的爱心面。阮阿嬷今年72，人人叫伊金丽姨。食饭菜伊人善良，心慈悲。啊，这看袂到吼？这有字用来，要不给我用迄个投影片？哦好，你有看到无？啥字？有吼。阮阿嬷今年72，人人叫伊金丽姨。食饭菜伊人善良，心慈悲，逐工拢是笑眯眯，毋捌看过伊生气。虽然生来毋着时，煞无读册毋捌字，毋过伊知是非，明事理，爱心付出是无地比。讲到阮阿嬷卖素食面，也已经30外冬，汤头芳做了一俗个大碗，是伊上好的看板。嘿！毋是我咧操蛋哦，有食过的人是学了甲会读字，大声喊赞！无怪逐工为甲客，要食面就爱排队，讲等较久也甘愿。恁敢毋知影？来食面的人客，拢是家己芳面、收碗、落钱，搁较趣味的是，嘛有一寡草地亲情，食饱就行，无咧纳钱的，阿嬷拢毋捌讲啥物。同款是喙笑目笑，对因讲：食有饱无？要食面才过来。唉，是我看到火哥哥，咸想拢无。有一天，我挡袂牢，就开喙甲问：阿嬷，是安怎？你做生你甲人无共？敢讲你毋惊了钱？伊就哪笑哪甲我讲：戆孙嘞！世间人规工奔波走总，千苦万苦，拢是为着顾腹肚。伫咱食会饱、穿会少的时阵，也毋通袂记节，也有人伫遐无饭通食。可是讲我的面，爱当互因免去邀饿，我着足欢喜啊！若证明我阁有路用，也是咧为社会尽一份心力。做人有量就有福，反正我是咧卖爱心面，无收钱无要紧啦。阿嬷这话是我对伊身躯顶看到人性的善良甲疼心，嘛会晓关怀甲付出。想到阮阿嬷平常时是欠长内肚，3顿暗暝配菜脯，毋过若是讲着要做爱心，真正是输人毋输阵，慷慨佮大方。也互我来提醒家己，袂使搁再钱家太无量，钱囝无巴长。就安尼，我下决心，就对着阿嬷的脚步，用爱心来带路，真做未来光明的前途。天地有情，人间有爱，更加需要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做伙来为这个社会牺牲奉献，互爱心一直生传落去。
开花满天芳，结子才惊人。相信咱的社会脑质贴，营养济，一定会更较温暖，更较毋茫。恁讲是毋是咧？我的歌就讲到这，多谢努力，吼。好，啊，即摆来看我这囡仔参加比赛，伊即摆比赛时阵吼，我练到尾哦，都有打哦，吼，啊，你看嘛一个哈。安尼迄个线顶诶前辈甲吼，甲即个好朋友吼，啊要问问题，我甲我会吼，拢教了，爱留我时间互你问吼。敢有听到声音？有听着？哦好。哦，你看遮吼，即个是吼，我做弹棒就是我妈妈吼，这是我妈妈，伊袂数什物吼，啊旋律讨适好诶哦吼，啊这是吼我妈妈诶上吼，来参加比赛吼。
迄天去比赛的时阵吼，迄个因阿公阿嬷吼，着迄个爸爸妈妈搁一个陪弟弟拢来吼，拢会当入去嘛，家长会当看家己的囡仔咧比赛吼，就入去内底看。阿嬷比了时阵，手都牵条条，讲老师足多谢你，我毋知影我的孙仔即个讲台语。安尼就欢喜啊！我感觉安就欢喜啊！吼，是毋是家长对安尼肯定，安就欢喜啊！吼，所以我就讲，互囡仔上大的奖励，就是互伊一个吼，迄个舞台的表现。训练囡仔吼，除了有专业以外吼，迄上重要就是爱安那呢？吼，爱有热情。即个专业吼，即个无问题啦。这啊，咱学就会啊吼，但是爱有热情。我20几天来，我感觉我上难得的吼，我家己咧学了吼，我甲真个真有热情吼。我只要囡仔有想要学，吼，你程度不管好啊歹，吼，我会爱教你开，但是我的时间会开较久，吼，开较久，吼，搁一方面就是安那咧，家长爱听我哦，吼，家长爱时间来互我，家长爱听我，囡仔袂歹摕，吼，有兴趣，吼，这是我的重点吼。我即马即个阿嬷爱心面，吼，我到尾我会放伫地当咧。放土车剧场，吼，我就分做过来角色咧处理。好，即马来先来去看歌戏，吼，看歌戏。咱遮诶线顶诶邮局，敢有看到这图？这相片有吼？有看到。有看到好。我讲即两个囡仔诶故事吼。爸爸是巴基斯坦诶人，吼，妈妈是台湾人，吼，了因两个吼是混血儿。姐姐5年时阵就来我遮，吼参加国语比赛。阮高中时有办一个先声夺人嘛，吼，全国赛。全国赛的时阵，伊有迄个指定曲，吼，甲自选曲，吼，互你用差不多5分之内，吼。但是即两个囡仔，吼，来找我的时阵，妹妹无来，吼，第一档的时阵是姐姐来找我，来找我的时阵，伊连一句台语都拢袂晓讲。毋过这囡仔足认真诶，伊对歌有兴趣。我安那教，安那甲伊发音，吼，伊拢无问题，吼，拢无问题，吼。即个我啦，嘿，我美凤啦，吼，即个吼，我的囡仔啦，吼，即个就系啦，吼，即个咧，吼，嘿，对着即个我对嘿，即个因爸爸嘛，即妈妈嘛，吼，但是即个囡仔伊不爱读册，吼，伊不爱读册，因老师知影伊足爱歌戏，因老师就讲，袂使哦，你要几老师学歌戏，你爱来数学少了。数学都无兴趣，家境嘛无好，嘛无要吼，嘛无咧补习。我就去找老师讲讲老师，迄个啦，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吼。即个囡仔伊着爱唱歌，你着互比赛，而且时间嘛要到要比啦，吼，你较会当吼，互伊先来我遮练练诶，转去较写，写伊嘛袂晓，伊话讲伊数学拢看无啊，吼，你较教安敢好。老师嘛袂歹啦吼，我甲伊沟通了时，老师讲好啦，互先你去学歌戏，吼好。你看我歌戏是安怎教哈？等一下哈，这是我伫国小教，甲伫大学教无共吼。大学诶囡仔吼，足少年啦，你教诶时阵吼，伊会歹势吼。小诶囡仔你足活泼吼，足古锥，你安怎教，伊就是安怎比，安怎唱吼。敢
无看到画面？有，还有声音。这是我的社团呐，吼。我即摆看伫大汉哈，大汉的囡仔吼，伊着较少咧吼，较歹势吼。这个嘿，看有啥物无共的所在吼。哦，这是大汉吼。哦，这间大学袂歹哦，伊是为100年开始吼，就有咧啥。有台语啊吼，伫100年开始，就伊开始开台语的课，吼啊开甲真，吼啊而且迄个囡仔拢介济吼，拢差不多，我会记我第一当去的时阵，囡仔70个吼，70个一班就70个囡仔吼，啊加真拢差不多嘛有50几个囡仔吼。哦，这是大学吼，大学囡仔。百回，莫得金婚礼，千丝六不移，君当作欢笑，恰当作无为，无为润如丝。欢笑转移，算。吼，大海囡仔就是安尼啦，伊就足少年的啦，啊足歹势啦，嘿，足歹势。吼，啊，因为我伫大学教的教材，我拢家编的啦，安尼较趣味啦，吼，吼，每一个单元拢无共吼，我自编教材吼。后来，即摆呢，这小朋友开始要比赛啊，吼，来比赛啊。吼啊！伊比赛时阵，拢系嘛主办单位就讲，有指定曲吼，啊佮加迄个自选曲嘛，吼按5分钟之内嘛，吼啊佮上重要就是讲，迄个你初赛时阵，吼爱用手机啊咧翕，吼咧录影，吼也是去咧吼，也是结合用大机，迄大诶迄个翕相诶吼，迄个录影机拢无要紧，反正你得要传过互伊。
啊，你决赛后得顶，吼，可以当参初赛后得顶，可以当可以当去参加决赛吼。啊，结果我囡仔内底吼，这个巴基斯坦的混血儿吼，啊，来，伊就要参加决赛啊哈，啊，听看卖吼。到站在这请上。4号参赛者请上台。15号参赛者请准备，请开始。游子吟别高，子表手中线。游子心上衣，临行必后，意强地位。虽言寸车心，报着三寸灰。子别手中线，游子心上衣。临行必必后，强意志。虽言寸车心，报着意三寸灰。条条牵牛绳，叶明。条条牵牛绳，条条好下对。闪闪着素手，扎扎落基土。终日不相中，七体零如舞。好汉请请切，相去又舞。盈盈意虽干，别别不定舞。条条牵牛绳，条条好汉相相知所系，扎扎拢一处。兄弟不相救，天黑可汗请恰切，兄弟兄弟有
你会感觉讲吼为什么吼迄个会讲谢谢？因为伊要讲台语啊。我来讲讲明年比赛的时阵哦，莫讲谢谢，爱讲多谢吼，爱讲多谢吼。第二遍，来，我过来迄个即摆即个囡仔已经领了6000块啊嘛，因爸爸妈妈讲食好到小报，我甲个人小妹仔带来我遮练啊带我遮练啊，小妹仔嘛是有顶嘛是有顶因小妹嘛是有顶，来即摆来看一下来，我点开这样。过灯工妹妹都来啊，伊即摆迄个主办单位就讲哪来讲，骹步手咯这无算分数啦，就看囡仔的音准看有准有无安尼即摆重点就是妹妹甲姐姐无共的所在，即个阿如嘛阿如无共的所在就是妹妹的骹步手咯较歹啦，嘛甲伊比但是两个出的成绩煞比妹妹较悬一点啊，姐姐多伫后壁来看嘛者看妹妹看妹妹是安怎唱。妹妹伊讲到5分钟嘛，妹妹我就是互伊唱，我摊拄歌伊是咱的国宝，摕一段落去唱。姐姐我拍7个班啊，就等于有5分钟之内啊。这是妹妹，妹妹。请开始。青春少年驾东西，三步追先。青春少年驾东西，学册有行该用心，本土文化有无去，代代传承好时机，代代传承好时机。青春少年驾东西，学册有行该用心，本土文化有无去，代代传承好时机，代代传承好时机。短歌行，做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条路，体质苦道，开动依靠，有事难忘，何以解忧？唯有痛苦。清清自轻，悠悠我心，但为稳固，定然至今。悠悠鹿鸣，是也之片。我有家庭，古色吹笙。
哦，这是妹妹啦吼，按即摆来看姐姐吼，姐姐5分钟吼，5分钟来，我就是用那个7块棒啊来拍吼，来看姐姐。哦，这是姐姐嘛，15年时阵就领6000块啊嘛，16年嘛是领6000块吼。好好参赛者请准备，请开始。歌语讲起来是真美。好，我用7块棒啊，甲伊拍吼。完成古早的特质，嘛有人生宝贵的启示。历史故事是忠孝甲正义，民间传奇是新式又趣味。男女情爱是汤甘果味味。囡仔看了讲会好摇饲，老大人看了是食饱鱼啦，食饱鱼。短歌行歌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条路，去日苦道，开导依靠，有事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渡空。清清自轻，悠悠我心。但为稳固，定人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古色随身。咱即摆吼，佮剩10分钟，佮要来讲啥？讲迄个图写剧场吼，咱先来用开好啊吼。啊，所以迄个因巴基斯坦的爸爸就要讲吼，讲啊明年吼，明年读高中的时阵，看会当囡仔去带这我教吼，即两个囡仔，我会啦会啦，我囡仔轻学，我就拢会当个收安尼吼。好来，安尼看图写剧场吼。哦，遮咱看者8月初9，阮高雄市吼有办一个，办一个咧儿童吼歌艺体验吼，啊，小看一下，对安尼啊。
哦，这是阮高雄市文化中心吼，啊办一个迄个儿童的体验吼，亲子做伙来耍吼。哦，这个是折扇哈，折扇哈。哦，伫高雄文化中心办的吼，好来爱看第二个。哦，虽然教囡哦，教囡仔耍嘛，足欢喜的呢，耍甲足欢喜呢，足细汉。啊，迄天来亲子关系迄是大人带囡仔带大汉囡仔、细汉囡仔拢做伙来看吼，做伙来练，吼，啊来看，啊来练来学，吼，啊来体验。哦，这个折扇哈，折扇。吼，这吼教囡仔耍甲足欢喜的吼，啊，无形当中吼，嘛拿咧本土文化传入去吼，这叫做一减二顾，吼，啊，蒙拿减细裤吼。后来安尼看头写剧场哈，头写剧场吼，我就是啦阿嬷爱心咪，吼，啊来改做吼迄个头写剧场。吼啊，互囡仔吼，互囡仔去去表演吼，去表演。安尼先看一个。我讲吼，爱家己写稿，你家己写稿吼，你的稿要哪运用拢无要紧，因为这无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啊，你用别人的稿吼，你可能爱知影即个吼财产权的问题，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吼。哦，这个是迄我哋阿嬷爱心咪类改，啊，迄阵过年吼，差不多有爱选5个囡仔至8个囡仔嘛。啊，我为虾米开选8个囡仔呢？因为我去班上找的时阵，有8个哦，有8个囡仔家举手。吼，啊，我讲你等下问恁爸爸妈妈，吼，恁老爸老母看要你要参加无？结果去明仔载来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真支持，啊，毋过有过来领导拢讲华语。吼，啊，拢讲华语，啊，无法度，你嘛是囡仔有兴趣，家长来支持，啊嘛是爱来练落嘛，啊教咧吼，啊教咧吼，啊所以我拢用迄个，阮是9月要考笔嘛，所以咧即个休热2个月吼，逐工着练吼，逐工着练，真辛苦，啊，无过感觉嘛是有价值吼，啊，即摆重点就是讲，咱今年吼加足好诶，
他会当选4个囡仔，就会当去参加比赛，去投只球场。啊，我为什么还选8个？因为迄8个人举手啊，啊家长拢要互伊来我遮落去啊，来我遮落咧参加咧投只球场比赛啊。啊家长就安尼好，我就无咧拣啊啦，反正都有囡仔要来啊，我就欢喜啊啊，所以我就用阿嬷爱心面，用家己的歌啊咧分这8个。啊，像这较袂晓讲台语的迄我拢啊。拢两个好做伙，好做伙念。但是有一个问题伫对当咧，你比赛了，毋若过你个尔，人个评判委员咧问你的时阵一个爱45秒呢，啊你也无安尼讲大拢倒呢，到时拢倒呢好来，啊，即马来听看嘛一个即马了的时阵因为囡仔拢做到背啦，迄个发音你也教嘛无问题。但是真正老师要问你的时阵评判老师要问你的时阵，可能讲无几句话因为因台语的意思伫伊领导拢大多数拢无咧讲台语。我过来囡仔有咧讲的差不多1、2个呢，大多数拢无咧讲我会出题目来问用这2个月时间。我看一下，这
等者我开按哈。哦，真好。李红，嘿，因为剩2分钟，你头讲要留我时间来回应问题。哦，好，无这个就慢啊吼，莫去分享嘛吼，好，安尼。头啊有几若个有讲问题要问的来，什么人？好，老师请讲嘿。搭水果的第12张。哦，第12张因好。会使讲一篇无？我这个用这个12张。较顶课程结束了后，宏观吼，麻烦大家甲添一下吼，这边有关怀基金会来了解一下。作感谢美凤今仔针对要安怎指导囡仔搭水果、广告、歌戏的，甚至读册剧场吼，拢有一寡物件甲大家介绍。哦，现场其实我感觉就是要互囡仔一个好的成绩吼，真正是爱好甲老师大家相敬啦吼。爱找着未12啊？找着嘿，我咧分享啊吼。你下面那个，这个是这个？有是想要看这个？敢是这个？12张。是多谢。哦，是哈，哦，多谢。这对答，这对有问题。来，佫啥有问题？要提出来甲美凤讨论呢？因这条囡仔吼，真正艰苦大。可能囡仔真是辛苦诶。佫送去补习班，真正校长兼讲经，考入不兼念经，吼，实够辛苦诶。嘛，跟爱有热情，为了本土文化，爱有热情过来安尼加落去。热情就是咱大家所需要诶吼。来，毋知各位有啥物问题无？多谢美凤，互咱今仔足侪无共的经验吼。尤其你写题目的时，写演讲稿啊，伊讲你演出内容，尽量用家己的生活来做主题吼。你尤其是咱侪幼稚哦，拢为着咱台语传承，大家做伙拍拼吼。而且这囡仔吼嘛讲一句代代传承好时机。我昨嘛有传一寡迄落，即马少年家话的网架，互大家罔做参考吼。有的人下早有人甲我回讲，迄无适合互囡仔看。这是要鼓励这少年家伊用台语吼，伊家己学台语哦。因厝里人拢无咧讲台语，不哩个伊发挥伊画图的专长来制作一个台语网架。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个，咱爱甲鼓励吼。所以那各位无问题，因为已经超过12点吼，咱今仔演习就到这。后礼拜咱请阿俊来讲地名吼，一寡故事，互大家来了解。嘛，各位有志，后礼拜若有闲，共这个时间10点来参加关怀基金会。嘛，多谢周清豪老师吼，替咱争取这个机会，互咱会当学更较侪。吼，来，Polo。好来，Polo是要问啥问题？Polo，紧来啦！你是要拍婆啊？是毋对？你是毋是啊？Polo，要拍婆啊？是毋对？对，你拍婆啊？是毋对哦？对，我伊个足准吼。我给大家，多谢你的肯定吼。大家对美凤分享物件拢真有兴趣。共款这物件吼，关怀加加做影片到时甲大家分享。咱今仔日是先到这吼，欢迎后礼拜咱上尾7节课吼，上尾7节课来听阿俊啊讲台湾地名的故事。咱今仔日就到这，多谢美凤，多谢各位。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免客气，多谢，再会，哈。